文化部最近这几年有推动艺术入校园的计划，希望学生接触到文化甲艺术。今仔日特别邀请舞蹈团体透过手艺结合舞蹈，这启创学校有听力障碍学生也会当体会到表演艺术。舞者透过手艺结合舞蹈，认真来演出。因为台下的观众大部分拢是需要手艺来沟通的启创学校的学生。虽然对这的学生来讲，较无法度对声音来感受到表演，不过校长表示，透过视觉来欣赏艺术演出，对这较少看舞台表演的学生来讲，嘛会当伫因的心肝底留下艺文所用的底底。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会有机会，因为视觉上快速的转换，在他的思维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。只是孩子们的表达能力也许没有那么好，但是终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，我相信今天的表演会对他们产生一些新的影响。文化部最近这几冬有在推动文化体验教育，伫咧疫情解封了后，嘛积极扩大办理。除了一般的学校，嘛为特教学校来规划。面对有特殊需求的学生，变怎让因感受到表演创作？伫咧演出进前，表演团体嘛系真侪苦心。舞蹈的过程里面有很多，还是会希望有音乐，要有声音来搭配，才是一个完整的演出。怎么样让听不见的朋友看这个演出的时候，透过一些所谓情境音的解释，让大家可以完整的去感受这整个创作的真正的意涵。所以这一部分，我想我们也会跟表演团队这边来逐步的讨论。文化部表示，今年得到补助的艺文团体拢总有42个，包括戏红啊、舞蹈，甚至百家将这个传统艺阵拢总有。文化部嘛鼓励艺文工作者进入偏乡甲特殊学校去推广艺术表演，希望让学生唔免全工行入剧场，就会当感受到艺术的水。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